樓價跌咗一半就一定抵買。北上睇樓，如果個 sales 同你講呢個盤以前賣2萬幾一方，而家1萬出頭，平咗接近一半，你會唔會覺得以前咁貴都有人買，而家入手點計都抵？甚至擔心今次唔買，遲啲個價升返就走寶啦。但買樓最容易中伏嘅價格錯覺，就係攞以前嘅高價去 prove 今日個價好平。一個樓盤由2萬跌到1萬，只代表價錢平咗，唔代表佢以前真係值2萬，亦唔代表你用1萬買就一定執到筍貨。好似澳豐天娛，幾年前樓市旺嗰陣賣1.6萬7一方，樓層坐向比較好嘅單位可以去到1.8萬2萬，而家基本上1萬出頭就可以買到。呢個價到底真係抵買，定係以前個價太高？所以而家睇落特別筍，係咪真係抵買？其實睇3樣嘢就夠。第一，以前賣嘅同而家講嘅究竟係咪同一類單位？第二，個價平咗又有乜缺點要接受？第三，用返同一筆 budget，仲有冇更適合嘅選擇？同一個屋苑入邊，唔同面積、樓層、坐向同景觀，價錢本身已經可以差好遠。低樓層北向單位同中高層南北對流單位同專梯專戶嘅大平層，當然唔會係同一個價。所以當 sales 同你講以前賣2萬幾，而家1萬蚊，你要了解清楚，以前2萬幾嗰間同今日1萬蚊嗰間係咪同一類型單位？如果攞以前最好嘅樓層、坐向同景觀同今日指定流動嘅特價單位比較，個跌幅自然會睇落好誇張。而且以前嘅開價都唔代表買家嘅真實成交價，所以舊價只可以做參考。好多發展商講嘅低價係真，但唔代表每一棟每一層都係同一個價。所以睇樓唔好淨係問最低幾錢，而係要問你中意嘅嗰間真正要幾多錢，因為最平嗰間未必係最適合你嗰間。不過即使同類單位相比，澳豐天娛今日嘅價錢的確比幾年前平咗好多。咁下一步就要睇清楚個低價背後有啲乜問題。而家大灣區樓價大幅回落，主要係因為市場環境、樓市調整，而且中山近2年又有好多新產品推出，買家選擇多咗，好多屋苑都要重新定價，所以價錢平咗，唔代表個屋苑出咗咩大問題。不過除咗市場原因，我哋都要睇返個屋苑本身。就攞澳豐天娛嚟講，首先係屋苑維護保養。澳豐天娛交樓已經有幾年時間，外牆又以白色為主，遠睇好似幾新淨，但有啲流動近睇已經見到牆身發黑，呢樣未必直接影響你住，始終冇全新屋苑嗰種觀感。一個屋苑啱啱交樓嗰陣靚唔難，住咗5年10年之後維持得好唔好，先真正睇得出物業服務質素。第二係周邊生活配套，當年賣2萬蚊嘅時候，可能會話將來樓下有商業，生活會越嚟越方便。但而家樓下商業仍未成熟，雖然話揸車去商場、街市都近，但樓下嘅生活選擇唔多，所以呢度比較適合有車或者可以接受打車出行嘅人。如果你習慣香港嗰種落樓就有食肆、街市、地鐵嘅生活，就要親身行一次周邊，睇下自己接唔接受。第三，要留意特價單位嘅真實情況，有啲樓層比較低，位置貼近馬路，就要留意採光、灰塵同噪音等問題。睇樓嗰陣，如果現場有播音樂，最好先關咗佢，再分別開窗、關窗，聽下室內嘅隔音 OK 唔 OK。如果你中意開窗，噪音大唔大，住落感受可以差好遠。最後係戶型格局，澳豐天娛始終係上一代產品，同而家一啲新規4.0 住宅相比，空間實用率冇咁高。好似88方單位，有間房比較緊湊，擺張4尺床未必可以3邊落床，而且全屋得一個洗手間，廚房亦唔算大，同樣積數。新一代產品實用率更高，體驗感更好，所以呢類減價盤價錢的確平咗好多，但你都要接受佢係上一代產品，空間運用唔及而家嘅新樓。如果樓下配套、外牆狀態、戶型實用率呢啲問題都係你可以接受嘅範圍，咁今次價錢回落就真係值得考慮。首先係屋苑環境，澳豐天娛由別墅、園林同住宅組成，容積率大約1.5，價錢平咗，但低密度、樓距同園林空間並冇跟住縮水。住慣香港高密度屋苑嘅人嚟講，
屋企望出去有開揚景觀，落樓有空間行下坐下，呢種居住感受係好有吸引力嘅。以前賣2萬一方嘅時候，你可能會覺得呢啲係應有嘅，但去到今日1萬蚊，同市面同價位樓盤相比，呢種低密度環境就好抵啦。第二，佢係現樓，園林、lobby、地庫做成點，裝修好唔好，近馬路嘅單位嘈唔嘈，全部都可以睇清楚。現樓唔代表一定冇問題，但好處係優點同缺點基本上已經擺喺你面前，對唔想承擔樓花風險、唔想再等嘅買家嚟講，所見即所得，係一個幾實際嘅優勢。第三係裝修規格，傲風天宇之前嘅交樓標準喺同級產品入邊已經算高，而呢2年為咗同市面新產品競爭，交樓標準不斷提升，由門窗、地面、天花去到牆身、裝飾板等其他細節，整體用料質感都做得非常之好。當然最後都要睇返你實際揀嗰間裝修有冇損耗、保養成點。另外，而家傲風天宇嘅戶型選擇亦比較多，由80幾方嘅3房去到170幾方嘅大平層都有，而且唔同樓棟、樓層同座向目前都有得揀，呢點都好重要，因為好多減價屋苑個價睇落好筍，但剩返幾間貨尾，未必買得到自己心水嘅單位。所以傲風天宇減價之後，真正有價值嘅地方係低密度屋苑、高規格裝修現樓同埋多戶型可揀，呢啲優勢全部都仲保留得到。但講到係咪筍，就要落到你實際揀嗰間單位，樓層、座向、格局都過得去，價錢亦去到合理水平，咁先叫真正嘅筍盤。如果只係個價平，單位條件唔適合你，咁最多只可以話平，算唔得上筍。咁如果真係揾到一間筍位，係咪就應該買？就要睇你而家有冇實際需要。如果你本身計劃近期入住，又已經比較過同一 budget 嘅其他選擇，呢間仍然係最適合你，咁就冇必要為咗等一個未必會出現嘅更低價，錯過合適嘅單位。但如果你仲未做過比較，或者心入邊仍然介意樓下配套、屋苑保養等問題，咁就唔好因為見到個價夠平，衝動落訂。呢個時候所謂等，唔係等樓價再跌，而係俾自己多少少時間睇清楚同一筆 budget，仲有冇更加適合自己嘅選擇。比較嘅重點就唔係再揾一個更平嘅盤，而係睇有冇其他樓盤喺你最介意嘅地方做得更好。想返香港方便啲，可以比較近深中大橋、港珠澳大橋嘅屋苑；想生活配套成熟啲，可以比較中山城區；想要更高實用率、更靚嘅會所園林，就可以比較新規產品。當然，其他選擇亦有代價，可能面積細啲、密度高啲、總價貴啲。只有比較完之後，你先至知道邊間最啱自己最睇重嘅係邊一方面。千祈唔好因為邊個屋苑跌得多而勉強自己買。如果你有明確 budget，但唔知道應該比較邊幾個樓盤，可以經 WhatsApp 或者微信揾我會根據你嘅需求整一份專屬嘅置業方案，幫你買到真正適合你嘅樓。講返開頭，一個樓盤以前賣2萬幾，而家賣1萬，唔代表抵買，跌幅只係個數字。真正要睇嘅係減價背後嘅問題，你接唔接受？實際揀嗰間單位過唔過關？同價位比較之後，佢仲係咪最適合你？真正嘅筍唔係佢跌咗幾多，而係用你接受到嘅價錢買到一間真正適合你嘅屋。Right for you matters， 我係 Derek， 你嘅北上置業顧問，希望今條片可以幫到你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